大家好，歡迎觀看名為愛養生。今日係同大家講經脊穴位按摩詳解。春雷驚醒百蟲，疏肝理氣正當時。驚蟄時節係喺2026年3月5號至3月19號，陽氣升發，肝木當令，最易出現肝氣鬱結、肝火上炎，表現為情緒煩躁、兩肋脹痛、口苦、頭痛、失眠、春困、眼睛乾澀、乳房脹痛等等。我哋可以通過穴位按摩肝經同相關穴位，可以有效疏肝解鬱、調暢氣機、平肝潛陽，俾我哋身體順應春生夏長嘅自然規律。下面係驚蟄最實用嘅穴位按摩方案，每日早晚各一次，每次10至15分鐘就可以啦。太沖穴係足厥陰肝經嘅原穴，係18鬼穴之一，位於足背一二指嘅結合處嘅凹陷處，即係一二指之間一個位置，跟住摸上去骨頭縫嘅盡頭就係太沖穴啦。呢個穴位係好有用嘅，佢有疏肝理氣、平肝潛陽、緩解兩肋脹痛、頭痛、暈眩、口苦、煩躁、失眠、調月經、緩解乳房脹痛、舒緩春季情緒嘅波動。按嘅方法用拇指指腹垂直按揉，力度以酸痛但係可以承受為宜。每則按揉3至5分鐘，順時針、逆時針各揉30圈。驚蟄期間，每日早晚必按，尤其生氣啦，即係嬲啦，同情緒低落嘅時候，我哋可以按多幾次。間穴係足厥陰肝經嘅榮穴，瀉肝火嘅首選，位置係腳背嘅一二指嘅指撲穴凹陷處，就係腳趾罅嘅往上邊推大概0.5寸。個功效係清肝瀉火、涼血，特別係適合驚蟄肝火旺、口乾、目赤、頭痛、眼睛乾澀、煩躁易怒、失眠多夢，對春季易發嘅帶狀疱疹、口乾潰瘍、鼻出血都有輔助嘅作用。按摩嘅方法就係用手指公同食指嘅指尖按壓或者擦揉，力度呢就稍為可以重少少，但係要有明顯嘅酸脹感就係啱啦個穴位。每則我哋可以按揉2至3分鐘，或者落嬲嘅時候就可以快速點擦佢10至20下，可以配合太沖穴一齊按，效果就可以翻倍啦。另外第3個我建議嘅穴位就係一個組合嚟嘅，係奇門穴同日月穴，係肝膽募穴，可以調肝膽氣機。位於奇門穴係位於乳頭正中下方，大概係第6個肋骨嘅罅，即係女性嘅乳房下方嘅偏外側。實際嘅位置就係可以睇嗰個呢個係乳頭下方大概第6個骨嘅罅位度，就係奇門穴啦。另外一個穴位呢，就係日月穴，就係喺奇門穴嘅外側大概2寸嘅位置，係喺乳房直下第7個肋骨嘅罅位。呢個穴位係可以有效疏肝利膽、理氣止痛、緩解兩肋脹痛、胸悶、善太息，即係成日唉聲嘆氣啊，情緒胃口差啦，同埋消化不良嘅。我哋按揉嘅方法呢，就係用掌根，即係呢度掌根啦，或者4隻手指並攏，順時針係喺嗰個按揉，係從奇門穴到日月穴，按揉大概3至5分鐘，力度就以皮膚溫熱、微微脹痛為宜嘅。女性脹乳房脹痛呢，就可以推多幾次啦。足三里穴加中脘穴係一個好好嘅配搭，可以健脾和防肝木克脾土。位置就係喺小腿外側，即係獨臂穴下嘅呢個獨臂穴啦，下4寸，即係我哋嘅4隻手指嘅界得1隻手指嘅位置。中脘穴呢，就係喺肚臍上方，係劍突同埋肚臍中間嘅連線，即係大概喺呢個位置啦。呢個我哋有咩功效呢？就可以驚蟄嘅時候，因為肝火旺易克脾，出現食慾不振、腹脹、便溏、疲憊嘅情況，我哋就可以配合將足三里配合中脘穴去健脾和胃、扶正祛濕，防止肝旺脾虛。按摩嘅方法係可以用手指公按揉每邊嘅足三里3至5分鐘，力度可以稍為用力啲。而中脘穴我哋又可以用手心或者4指並順時針按揉3至5分鐘。飯後半個鐘呢，其實係應該喺肝經最旺大概1至3點度為最佳嘅。但係好多時呢段時間呢，有好多時間好多人都已經瞓着咗㗎啦，瞓咗覺，所以呢，我哋會建議改為勿出時
19點，即係夜晚嘅7點至9點，或者朝頭早起身之後，下晝3點至5點嘅時間，肝膽經活躍嘅時段去按揉。按揉嘅力度以酸脹麻重為不氣標準，但係唔可以用力導致淤青，應該配合呼吸按揉。應該深呼吸放鬆，呼氣時加力嘅效果為佳嘅。禁忌啦，婦女或者皮膚破損、有出血傾向、飽食之後極度疲憊嘅時候，應該慎按。有嚴重疾病應該先諮詢中醫師嘅。經值期間推薦輔助嘅係香港天寶堂參元精片，人參有補氣補脾益氣嘅，黃精有養陰健脾嘅效果，溫和調養肝脾同志。上晝9點至11點肝經最旺嘅時間，我哋可以食1粒，可以配搭梨汁、活齊粥或者薏米紅棗粥。活齊即係馬蹄啦，即係梨汁馬蹄粥，可以有助我哋嘅肝氣嘅抒發，又健脾退濕、醒神、輕鬆度過春困煩躁嘅時期啦。少少提醒大家，按揉食療同埋好嘅心情，就係我哋經值養生嘅黃金組合啦。如果我哋持續兩肋脹痛、口苦嚴重、情緒極度波動、睡眠好差，應該及時揾中醫師去辨證調理啦。今日我哋開始按揉太衝穴同行間穴。你最常按邊個穴位呢？歡迎評論區分享。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，多謝各位嘅觀看，拜拜。